什么？居然到了武道10品金刚境！师傅，你要是再留手，咱这考核可就没意思了。那为师只好用出绝招了。如来神掌！师傅，你要是再放水，我可要拔刀了啊！拔刀！上次拔刀直接把别人的房子砍成2半，若砍在我身上，那我还能活？考核结束了，你现在的功夫已经是绝世高手了。若想要更上台阶，需要下山过秦关。娶你的青梅竹马小胖妞。小胖妞？对，只有成婚了，你的功力才会更上一层楼。赶紧下山去吧！干嘛？去吧。那行，等我时间我就回来看你啊。徒儿啊，你再练就要引天道反噬了，赶紧下山成亲，才是对你好啊。更何况当年的小胖妞已经变成冯氏的美女总裁，为师也不算坑你啊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还好是跟师傅学了点功夫，还能当个保安混口饭吃。冯总，你中了我们的催情散，快把箱子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可要动粗了啊！你是冯氏的保安，快帮我挡住他们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行啊，正好娶我小胖妞没彩礼，这回我接了。你一个臭保安，一个月工资才几千块，你玩什么命啊？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我们可有枪。那正好，我这儿有刀。刀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玩刀呢？对付你们这几个货，还真用不着刀。好大的口气！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刚才发生什么了？不想死的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就给你们3个数：3。刚才那小子是不是把子弹切开了？2。都让你平时少刷点短剧了，真以为飞花摘叶能够切子弹啊？1。把这多管闲事的保安给我打成马蜂窝！我的脸！我的手！什么时候过去的？给过你们机会了。你敢动我吗？打你们啊！你知道我们老大是谁吗？老大是谁啊？没想到这个保安还挺厉害的。说出来吓死你！我们老大可是掌控全球金融的 K 先生，你敢动我1根手指？兄弟们！废话真多。滚吧！还好长生药的配方都还在。哎，完事儿了，给钱吧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另外的加强。我中了情毒，再帮帮我，求你了。行吧，那我不是我的意思是帮你把毒逼出来。少废话。虽然你只是个保安，但至少是个正直的人。人家的第一次本来是要留给小胖妞的，没想到被你给……你也不亏，我也是第一次。婉莹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一整晚。我的事不需要向你交代。婉莹，你们冯家可是答应了联姻，我可是你未来的老公啊。让他假扮我老公不就行了吗？婉莹，你以后不用上班了，
只需要当我冯婉莹的男人。不行，我不可能娶你。当我冯婉莹的男人还委屈你了？你当保安1个月多少钱？只要跟我领了证，每个月给你10万。对外呢，你就是我冯婉莹的男人，但公司的事，你不许插手。你若是不同意，我就告你非礼，证据可还都在我身上。女人，你就算得到了我的人，你也得不到我的心。太可惜了，我只要你的身。走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居然没把握住。K 先生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等冯婉莹嫁给我之后，不但能得到长生药的配方，还能拿下整个冯氏。不必这么麻烦了，既然他不愿配合，那就杀了吧。狙神是全球最顶尖的狙击手，也是杀手榜上排行第3的杀手。这次的暗杀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放心 ，K 先生，明天的新闻头条一定是冯家小姐的死讯。唉，我这修行之路算是到头了。你叹什么气啊？进了我冯家，你也算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你等会儿，一人之下，咱得把话说清楚了。凭什么我就得在下面？你昨晚不就在下面吗？哎，要不行，咱们今天晚上换个体位呢？因为我这条腿吧，真好啊，这条腿。就你这个老色批，想娶我姐，没门儿！哎呀，这腿不错，是个练武的好苗子。看什么看，老色批！这倒不错，不过要是能打通任督二脉的话，这一拳应该能击穿墙壁了。小妮子，不错，拜我为师吧。你要知道，我可不轻易授徒啊，连龙国的龙主请我去当部队教官，我都没去。还龙国龙主，你个老色批，松手！啊，我的刀可不能轻易拔出呢，因为我发过誓，我练成绝世刀法之后，我的刀不能轻易拔刀，因为一旦出鞘，必须见血才能回鞘。姐，这保安就是个老色批，你嫁给他干嘛？小平，我跟他已经领证了，他是你姐夫，不准对他无礼。姐，这样吧，你没个职务在冯家也会被人说闲话，以后你就在冯氏当高级保安。高级保安？啊，那普通的保安是看大门，那高级保安就是看高级一点的门。赶紧洗个澡，换身衣服。来了。为了姐姐的幸福，看来我只能以身入局，揭露这老色批的真面目。小胖妞，等福利院那边有消息了，我立马就去娶你了。哎呦，还挺舒服啊。姐夫，别回头，我是我姐。你怎么进来了？这里就我们2个人，你就别装了。这是百年一遇的好筋骨，这天赋不行，我真是可惜了。我姐已经睡了，你现在想对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做什么都可以吗？老色批终于上钩了，我已经隐藏了一个摄像头，只要你碰我一下，我就有借口让你滚出冯家。杀气。所以，你想要我做什么呢？林不凡，你个大色狼，你居然想让我帮你那个！看来对面是想不死不休啊！你个老色狼，我要告诉我姐去！哎，别动，外面有狙击手。又没打中。放开我，不然我要叫人了！别动，外面有狙击手。你骗人！冯家安保这么先进，怎么可能有狙击手？这回行了吧？那怎么办？
一露头就被秒，看来只有把他们解决掉了。怎么解决？你都不知道人在哪儿。没事儿，我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具体方位，我知道他们在哪一片就行了。妈，我的眼睛啊！好了，起来吧。终于安全了。小平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林不凡的浴室里？不是姐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对我图谋不轨。我不管他想对你做什么，你先回答我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浴室？糟了，摄像机没了。我不知道。或许他发现我是个绝世高手，想拜我为师，学个一招半式的。会点武功就以为自己是绝世高手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。哦。这是冯氏的安保系统，这位是安保队长陈海，曾经是特种兵。就这个小子供了冯家的白菜。既然你已加入了冯家的安保，正好跟安保队长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林不凡，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，多多关照。同事？谁跟你是同事？保安和安保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但可是天壤之别。我们是用命护主的狼，你嘛，就是个看门的狗。我记得狼和狗是一个祖先啊。我明白了，你属于是狼狗。他好像说的对啊。你看，冯总，刚收到消息，投资商已经到龙国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有了这笔资金，冯氏就可以启动长生药的生产了。哎，那个 K 先生已经盯上你了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你的这些人啊，都不是 K 先生的对手，要不然你还让我去吧。我们可都是特种兵出身，要是我们都保护不了，你以为你一个小小的保安就能行？不凡啊，我知道你会武功，但是护送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。你可别忘了，公司的事你不许插手。我去拿配方，2分钟后出发。是。刚才你说我们保护不了冯总。啊，是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要不要比试比试？要不要比试比试？来呗。啊，这保安真敢答应。我们队长陈海可是特种兵大赛第1名，不但熟悉所有枪械，个人格斗也是全球顶尖。哎，说这些干嘛？别吓得他不敢比了。别说我欺负你，桌上的武器随你收。不行，你这些东西我用不惯。那你想用啥？用这个。不是吧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套刀法，不管什么东西都能一刀砍断。哟，这么厉害呢？那你拔刀啊，我还真想看看。不行，我发过誓，我这把刀不能轻易出鞘，如若出鞘，你们都得见血。我们得见血？好大的口气！今天这刀你不拔，我替你拔！快点，选手！为什么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队长，这个呢，叫做点穴。像你们这种5到2品都没到的人啊，不理解也正常。怎么会这样？真的动不了了。我早就说了，你们不配让我拔刀。呀，出汗了。哎呀，姐，我你妈！我就不信了，功夫再高能他妈挡住子弹？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陈队长说要切磋切磋嘛，然后我就陪他小厮一下。我跟你说哈，我幸好没拔刀，
我记得上一次是哪一次来着？我一刀砍断一栋大楼。林不凡，别闹了！你不信啊？我给你找把餐刀试试。我跟你说过，公司的事你不许插手。K 先生的势力太可怕了，还是别让他卷进来。不是，哎。我们出发吧。冯总，外面呢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不去就不去呗。我正好有时间找小朋友。嘿嘿。哎，我记得小胖妞的背后好像有一个梅花胎记，应该是行长。哎，师傅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别乱喊师傅，就指点过你，瞎喊什么师傅啊？是，我听说不凡兄在找一个人，如果我找到的话，你能来龙国的部队教武功吗？找着再说吧。哎，不凡兄，先别挂电话，我还有情报。有屁快放！我打听到不凡兄你在冯氏当保安，刚刚我收到情报 ，K 先生已经出动雇佣兵对付冯氏。那冯氏的事跟我没关系啊。但我听说出动的是一个师的兵力啊。多少？一个师？陈海，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没弄错，只不过你的投资伤已经被我解决了。雇佣兵？张凯，你也做了 K 先生的走狗？冯婉莹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嫁给我，把洪氏集团交出来。我们在外面安排了一个师的雇佣兵，足800人。你现在是插翅难飞。休想！我绝对不会把冯氏交给你。既然你这么不配合的话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给我上！我看谁敢！林不凡。林不凡。我还以为来了什么神兵天将，原来是个臭保安呢。哎，小子，你知不知道，能被卷入这种级别任务的，不是雇佣兵就是特种兵。你一个小小的保安，就别拉低大家的档次了，好不好？赶紧滚吧！林不凡，我不是不让你来吗？这里很危险，你快走。你确定？这里可是我最能打。你上次是对付了几个人，但这次有800人，别闹了。我知道，进来的时候我都给解决了。都被解决了，一个保安能1 v 800，你吹牛逼得有个限度啊！冯婉莹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把箱子交出来。想动冯总，先问过我。上。趁现在，你快带着长生药的配方走。不是，我为什么要走？走啊！我不走打得过他们。要不一起走？想跑，拦住他们！是。冯婉莹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嫁给我。只要你成了我的老婆，我至少能在 K 先生那儿保你一命。刚刚让你走你不走，这下好了吧？他的命我来保。哎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以为没你的事儿是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再说大话激怒他们了。我没说大话，我是绝世高手，就这么几个 NPC。够了，我知道你是想替我出头，但这种时候能少死一个是一个。哎，张凯，林不凡是无辜的，只要你放了他，我可以把配方给你。真的？好啊，有了这个配方，我至少能在 K 先生那儿当个副会长。把他们都杀了吧！你说话不算话！你要是敢伤害林不凡，我就不嫁给你。你以为我真想娶你啊？我只不过是想要配方罢了，傻瓜！立马把手放开！我要是不放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这里可有800人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。在我拔刀之前，你们还有机会离开。如果我这刀出鞘，你们都得死。刀？那我数到3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的刀款，还是我的枪款。
我刚刚没看错吧？林不凡用一把刀把这大楼砍成了2半。周总，你的枪！我看到了，那栋楼确实是被林不凡的刀斩断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一把破刀能砍断一栋楼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！你吓不到我的。都给我上！我今天就要小保安死！林不凡，小心！什么？他的刀能挡子弹？我这刀法不仅能挡子弹，还能砍畜生呢。你少吓唬我！我这么多人，你砍得过来吗？你们所有人加一起，一刀足矣。有点三脚猫功夫就装上，我让他们一起上，我看你还怎么装！上！全没了。下一个轮到你了。不凡，你的刀！你现在没了刀，我看你还怎么装！啊？没有刀，你只会死得更惨。我居然感觉他有点帅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哥，我错，别打了，再打我就要死了。把箱子交出来！箱子，不是给我，是给他。还给你。糟糕！老大，糟了，忘记他们外面还有800人。嘿嘿，外面还有800人，我看你怎么死！我早说了，800人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你淹死。林不凡，你快走，他们人太多了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我不是说了吗？800人在我进来之前，全都解决了。哎呦，死掉临头了还敢装呢？啊！把800人全给我叫进来，把这臭保安给我打成肉饼！张总，外面的800人都没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说了吗？800人在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。你居然真的一个人打赢了800人？不可能！我向黑先生请了800雇佣兵，居然被一个保安团灭了！王莹，你以为躲过逼婚就没事了吗？黑先生已经动用了关系，你们冯家就要被查封了！什么？你们冯氏别说生产长生药了，能不能在龙国立足都是个问题。废话真多。哎呦，人打是长病了！哎呦，爸爸！怎么了？刚刚不小心崴了脚。女人呀，真麻烦。你要干什么？带你回家。把丝袜脱了。啊！把丝袜脱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说，让你把丝袜脱。林不凡，我们只是合约关系，你得听我的。现在你得听我的。哎呀，在客厅，万一小平回来了，被人看到多不好。别着急嘛。涂药吗？要不然你以为干嘛？我以为你要正骨呢。那我轻点。不凡啊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隐士高手。这次下山呢，就是为了找我的小胖妞。你还在想小胖妞呢？她一定特别美吧？她不是漂亮不漂亮的事儿，她心地特别善良，尤其是笑的时候，特别美。那时我就发过誓，我这辈子非她不娶。
你肩膀也受伤了？嗯。把衣服脱了，我帮你看看。冯婉英，冯氏马上就要完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玩小白脸？唐哥，你来干什么？上头刚刚查封了冯氏，现在整个生产线全停，冯氏股票跌了4成。什么？我早就说冯氏不该交给你，股东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冯氏要完了。我今晚就会召开发布会，只要我在，冯氏就不会倒。姐，不好了，我们所有批文都被作废，除非拿到龙主特权。龙主日理万机，各国元首想要见他都难，你们还想找他写批文，真是可笑。今晚要是拿不到龙主的批文，就乖乖的从董事长的位置上滚下来。这人我好像认识啊。龙国最高统帅谁不认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好像能让他们拿来批文给我。不凡，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，不是安慰。我没安慰你，你等会儿我去给打电话叫他来。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去动用冯氏所有可用资金，去打点关系，我要争取见到他一面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龙主，今日行程已更新，新增一项会面安排。不凡兄，你居然主动联系我了？你现在有空吗？有空。那你抓紧给我送份批文过来。是，马上我亲自送来。我已经托人安排了，但会面时间只有5分钟。5分钟就够了，我有把握说服他。换衣服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好。哎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哎，你们干嘛去啊？我把车停后门了。那走吧。哎，不是，我陪你们一起去呗，又不去了。不凡兄，批文给你送来了。行，干得不错。你忙你的去呗。不凡兄，你看我都亲自送批文了，您是不是考虑一下我之前的请求，到部队来当教官呢？我拿你个批文，你跟我谈条件。行，你拿回去，我不要了。哎，别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忙你的去吧。哎，什么？龙主出去了？可我们有预约的呀。你们愿意等就等，不愿意等就回去。等，我们愿意等。姐，发布会马上开始，再等就来不及了。这样，你在这儿等，龙主回来后把这策划案给他看，他应该会批。我先去发布会应付着。冯总，听说冯氏因为得罪 K 先生被查封，情况是否属实？听说如果拿不到龙主批文，冯氏将倒闭，是真的吗？这些都是谣言，冯氏很快就会恢复正常。这些不是谣言，冯氏马上就完了。冯氏已经撑不过今晚，大家请看，因为查封危机，冯氏股价已跌至3成。30亿资金一夜蒸发，过了今晚，冯氏就要败在他手里了。婉莹，别怪我不顾亲情，只要你让出总裁之位，乖乖的交出长生药配方，我可以帮你摆平查封。你是为了配方来的？你也当了 K 先生的走狗？我这是识时务者为俊杰。K 先生掌控全球金融，多少家族都想攀附他。你居然敢得罪他，你这不是找死吗 ？K 先生还说了，只要你交出林不凡，他可以入股冯氏，到时候我们就会成为4大家族之首。林不凡是我的人，我绝对不会交出来。龙主的批文我很快就拿到了，批文一到，冯氏自然就能活下去。那你就把批文拿出来呀！批文在哪儿？拿不出批文就让出总裁之位啊！是谁说他没有批文的呢？哎，批文拿来了。先生，说两句吧。请您说两句吧。说两句。哎，来，这个就是龙主的批文。林不凡，快！
回去，这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。我没胡闹，这真是龙主亲自送来的批文。我没听错吧？你一个小保安，竟然让龙主亲自送批文，哼，真是可笑。我感谢你救了我很多次，但这次你真的帮不了我。不信啊？不信来，都亲自过过目，来看看，是不是？这真是龙主的批文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要干什么？好好看看吧，看清楚了吗？看没看清楚？是不是龙主的批文？看清楚就赶紧滚吧，别来烦我们冯总。哎，手真欠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保安好大胆子，竟然敢伪造龙主的批文！来人，把这闹事的保安给我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只要我还是冯氏的总裁，冯氏就得听我的，没有我的命令，我看谁敢动！没有龙主批文，冯氏活不过今晚，到时候由我接盘。你们想保住工作，听我的，把他抓起来！龙主到！龙主，我没看错吧？龙主竟然亲自来了！龙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啊？不是，龙主光临冯氏是我们的荣幸啊！这是，龙主，我要向您禀报，就是这个臭保安伪造您签字，模仿批文。你说他伪造批文？对，就是他，我正要替您教训他。不凡，你快从后门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抓起来！放肆！想撕我亲笔批文？真的？这批文是真的？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滚！是，我这就走。无关人等，立即离场。快，走，快！怎么来这么晚呢？路上堵车。不凡，你怎么跟龙主说话呢？龙主，感谢您为冯氏解决危机，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了。谢他干啥？这是他应该做的。闭嘴！真能报答？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全都答应。完了，那太好了，都进来吧。不凡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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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凡哥哥。我这3个女儿啊，仰慕林不凡很久了，希望您把林不凡让给我女儿。不凡，你终于下山了，可把我们等苦了。这次一定不能让你走了。你们不能带走林不凡。冯小姐，你这是要反悔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只是合约夫妻，并无真实感情。跟我们走吗，哥哥？我是不会跟你们任何一个人走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哪里不够好吗？因为我已经心有所属了。啊？到底是谁能比得过我们3个？对啊，不凡哥哥，你快说，到底是谁啊？快说！他就是。说嘛！我的青梅竹马小胖妞。小胖妞吗？所以说，你们赶紧回去吧，跟你爸走，快！不用再考虑考虑啊！考虑个屁，赶紧滚！快点，一会儿堵车了，快！不凡哥，赶紧走！哎呀，走吧。你看我和你说，我认识龙主，你还不信？你要是早信我，是不是没这么多事儿了？是，这次解救冯氏有你一份功劳。就算他真认识龙主，也不可能让人亲自过来。估计是小平用了长生药策划案，说动了龙主。不好了，冯总，怎么了？冯氏不是解封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 K 先生寄来邀请函，要您赴约。K 先生，他说明年您必须赴约，不然就联合其他2个家族一起针对冯家。K 先生势力太大了，这次彻底躲不掉。这邀请函都送过来了，行，既然他总找咱们麻烦，咱也是时候该还击了。还击？一旦他知道咱不是好惹的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
绝对没人能碰你一根头发。走。好。哎，等会儿。干什么？既然要去赴鸿门宴，那我们就得打扮的帅帅气气的。Go。Go。你待会儿小心点，听说 K 先生手下有全球顶尖杀手，而且真实身份异常神秘，没有人见过。我管他是谁，反正都是一刀的事。我没跟你闹着玩 ，K 先生是很恐怖的存在，你能认真点吗？行了，来，晚上，哎，他们能进？放肆！我们是 K 先生亲自邀请的人，赶紧让开。啊，K 先生邀请的是冯总，这个保镖不能进。啊，说谁是保镖呢？他不是保镖，是我老公。老公也不行 ，K 先生只让冯总你一个人进。你别跟他一般见识，老公来处理。你跟我说啥都没用，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。谁要跟你说话了？我意思你们一起上。来。K 先生也太小气了吧，多加双筷子都舍不得。哟，吃牛排呢？你就是冯婉莹手下那个保安吧？啊，没想到掌握全球金融和雇佣兵的 K 先生竟然如此年轻。没想到能研发出长生药剂的冯总也这么漂亮。我已经如约赴宴了 ，K 先生，有什么话就开门见山吧。好，冯总是个痛快人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想跟冯总谈合作。只要冯总把长生药的配方卖给我，之后的利润我们可以3-7分。才7成啊！反派一般说的3-7，是我们3，他7，那更不行啊！价钱可以谈，只要你交出配方，我可以把长生药打造成最赚钱的商品，到时候你们冯家也可以赚得盆满钵满。冯氏永远不会跟你们合作。冯总，你这是跟钱过不去呀。我冯婉莹研制长生药剂时，就从没想过靠它赚钱。我想要的是全世界的人都能更好的生活，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普通人。好，说的太好了，这叫大爱，知道吧？别整着死出，把我刚刚的气势都给弄没了。冯婉莹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既然你不要财路，那生路你也别要了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杀手榜排行第2的杀手，外号百人斩。百人斩，死在他刀下的亡魂已有数百，接单死亡率100%。今天你们别想活着离开。怎么没找杀手榜第1呢？没钱是不是没钱？你说谁没钱？你个土鳖，你懂什么？你知道杀手榜排行第1是说请就能请的吗？听闻你的刀能劈高楼，正好今日我来领教领教。来呗，我用这个。用餐刀应战，你怕是在羞辱？哎，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羞辱你的意思，我用餐刀已经很尊重你了，换别人我俩刀都不用。林不凡，你恐怕不知道我手中拿的是什么。它可是东瀛最锋利的名刀，冈本灵一，削铁如泥，砍人犹如砍瓜切菜。我劝你最好换一把，
否则等我出手，你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没事，不用换，我看这把就挺好的。你这是废什么话？赶快把他给我砍成18块！今天我要拿他做下酒菜。不愧是百人斩，刀抽如风，刃走直线，杀气凝而不散。不用你来评论。不凡，不错，也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武士了。我可是武道7品，还轮不到你个保安跟我评头论足。只可惜啊，你刚才那个刀法太过于刚猛，有力度没准度。你听我话，你回去练2年太极，你这刀法能更进一步。啊，对，累了，我就说你们东营当初只学到一点皮毛，没学到根基吧？别唧唧歪歪的。还不投降？你打不过我他。武士只有战死，绝不投降。还不投降？宁死不降。没办法了。没办法了。这可是东瀛大师耗资1亿打造的冈本灵医，居然被一把残刀砍断。说到底还是你自己刀法不行，就算给你再好的刀也是浪费。怎么样，服了？没想到我连你腰间的真刀都没逼出来，我百人斩服了。哎，别这么说，你已经比我见过的很多人都要强了。这服了也没必要自尽呢。哎，比武这个东西吧，本来就是点到为止，输了也不一定要死人的呀。说到底还是他们那个武士道精神太坑人了。不过也好，你杀这么多人也算是作恶多端了，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结果。他怎么这么轻易就击败了武道7品？莫非他已经……怎么样？他已经切了，你要不要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求求你别杀我！我只是 K 先生的替身。什么？你是 K 先生的替身？我不是 K 先生，我只是个临时演员。他们给我钱，让我听这个耳机的提示演戏。又是这个保安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林不凡就是冯氏月薪3000的臭保安。保安？一个保安能碾压武道7品，已经没有价值了。K 先生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今晚是冯家太爷寿宴，我有把握把林不凡赶出冯氏。哎，应该让人下毒了，这群应该是早有预谋。这 K 先生的事情不解决，长生药恐怕难生产。喂，姐，你在哪儿？今晚太爷寿宴，你可别忘了准备寿礼。我怎么把那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？你赶紧帮我备几份名贵的字画。放心吧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我还准备了大寿包，用太爷的名字冯德善题了首祝寿诗。冯德善，这不是小胖妞当年所在福利院院长的名字吗？说不定去寿宴能问到他的消息。还好有你，公司的事也麻烦你先看着了。寿宴结束后，还要筹备研发资金的事。现在咱们是可以说是名义上的夫妻了。那过寿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也应该去祝个寿，一份心意嘛？不用了，太爷呢只喜欢文玩，一般人是搞不到的。
你帮不上忙的。喂，帮我准备份文玩，对，要最贵那种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偷听到不凡哥哥要准备礼物，就把我爸办公室的玉玺拿来了。你可真孝顺。这玩意好使不？那当然啦，这可是整个龙国最好使的东西啦。行吧。你得亲我一口，不然不给你。那你把眼睛闭上。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这不准备收礼去了吗？哎，你看这玉玺，你说这太爷会不会？赶紧进去吧，要迟到了。哦，这里可是冯家太爷寿宴，你来干什么？他是我老公，是冯家的女婿，凭什么不能来？哟，你认他是你老公啊？我们可不承认他是冯家女婿。婉莹啊，不是二叔我说你啊，你怎么能嫁给一个保安呢？冯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光了。我们冯家可是千年世家，祖上不是高官就是大将军。今天你让一个保安来进冯家的门，问过太爷了吗？今天来给太爷祝寿的，可都是达官显贵，别让一个臭保安脏了大家的眼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不凡是来祝寿的，他配不配当冯家的女婿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说。好，既然你说他是来祝寿的，寿礼呢？太爷只喜欢文玩字画，我看他一个臭保安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寿礼。你怎么知道我就没准备收礼呢？你一个月薪3000的保安就别装，我看你就是空手而来。我准备的收礼，不是你们这些普通人能比的。睁开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看！睁开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看！不凡送的寿礼早就到了，在这儿。这3幅分别是唐、宋、明国画大师的真迹，皆有印章为证。居然凑齐了3个朝代的大师之作，听说每件都值几千万，冯总这次下血本了。怎样？这几份礼物够诚意了吗？就这几幅字画，也敢拿出来献丑啊？丑不丑？你准备的寿礼呢？好，就让你开开眼。竟然是星空、蒙娜丽莎，还有向日葵。听说上个月蒙娜丽莎拍出30亿，还是美金啊！你拿什么跟我们比呀？就你这几幅破画呀，加起来还不止蒙娜丽莎一个小零头呢。婉莹啊，赶紧跟那小子离婚吧啊！别让太爷一会儿不高兴。谁说我们只准备这些寿礼？这就是我给太爷准备的寿礼，龙国玉玺。拿块破石头当玉玺，真当我们冯家都像冯婉莹一样好骗吗？来，是不是真的拿去验就知道了？来，嘿，你知不知道刚才就你这一脚放在以前够诛9族的了？诛
出九族，我好怕呀！拿个假玉玺在这装，这真玉玺啊，这从龙主那儿取来的。就算你真认识龙主，也不可以开这种玩笑。我没开玩笑，这真是真的。冯太爷来了。祝太爷福寿安康。好，太爷，太爷，这是我们二房送的寿礼，这些是冯婉莹那个保安老公送的不入流字画，您不用看了。不错，真不错。这是龙国玉玺留下的章啊！寿命于天，吉寿永昌。不错，这就是龙国玉玺的印文呐！太爷，您花眼了，这只是张册纸啊！冯婉莹，你们送礼不入流也就罢了，连包装都这么不用心，居然混进册纸！太爷，我帮您把册纸给扔了。这个印龙国玉玺的册纸，你也敢扔？太爷，就算是玉玺印，它可只是张册纸啊！你糊涂！就算是印在册纸上，也比那什么蒙娜丽莎值钱。什么？那张册纸居然比30亿的蒙娜丽莎还要贵重？这是谁送的礼呀？我。快！你是太爷，他就是婉莹那个保安老公。对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嘛。好，单开一夜族谱，今后冯家家宴，踏不上桌，谁都不能动筷。您糊涂了，我才是冯家唯一的男丁啊！冯家将来都得靠我，你怎么能给他单开族谱？他现在是冯家的女婿，也是冯家的男丁。今后冯氏交给婉莹，我很放心。冯氏现在没救了！你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保安身上！冯氏拒绝和 K 先生合作，就等于得罪了整个金融界。从现在开始，全世界所有的银行都不会贷款给冯氏，你们活不了多久了！资金的事有眉目了。好，太爷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好，去吧。没想到婉莹能嫁你这样的高人，是我们冯家的福气。过奖了，太爷。对了，太爷，我今天来呢，除了给您祝寿之外，我还想向您打听一件10几年前雨龙福利院的旧事。你怎么知道那家福利院啊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就叫林不凡，我想向您打听个人。15年前我在福利院晕倒之后就跟他走散了，他叫小胖妞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 15年前，杰生为了夺天下第一，烧毁了福利院。婉莹在那场大火中失去了双亲，也失去了这段记忆。对了，我这有他照片，你看，就这个人。您看您见过他没有？福利院没有这样的人。你再仔细看看。不必看了，我很确定。不凡啊，从前的事情就不要再追究了，好好的珍惜婉莹才是正事。 姐，我刚跟杨家签了大合同，顺利交货就能解决资金问题。好，我今晚加班完成审批工作，估计明天就可以交货。
你今天也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行，你也别太累。是你。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欺骗了太爷，但是我是不会答应你跟我姐在一起的。这可是你姐一生的幸福，你捡她之前要不要先问问你姐啊？我姐幸不幸福我不知道，但是没有她，我姐会有别的幸福。投降吧，你不是我对手。我不投降，有种你放开我！哎，你姐就在隔壁书房呢，你要是不投降的话，我就喊她进来看看。她自己妹妹大半夜不睡觉，跑到她姐夫床上，还这体位，卑鄙小人，简直臭不要脸！哎，你想让放开你也不是不行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拜我为师，跟我习武。简直是不要脸！你不但想让我喊你姐夫，还想让我叫你师傅。你是真不知道，你是个100年难得一遇的练武奇才，就你这身好骨骼，不练武可惜了。鬼话连篇，是我以你的武学天赋，只要打通经络，至少在8匹以上。你吃我豆腐，吃我一拳！这裂痕是我打的。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只要稍作点拨，就能打穿这墙壁。那我这一拳，岂不是可以打爆你的头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刚才只是暂时的帮你打通了经络，你要是想让这个程度保持下去，拜我为师，好好跟我学。刚才那一拳确实打穿了墙，好，我暂时忍辱负重，等学成了第一个灭了你。师傅，哎，乖，那事不宜迟，今天从扎马步开始。现在就开始？别废话，给我站好。不行了，我已经到极限了。给我忍着点儿，腿子张开点儿。林不凡，算了，敢交货要钱，明天再找你算账。你们俩昨晚干嘛了？啊，昨天晚上带你妹妹做了一晚上运动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做运动？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她是我妹妹，你居然觉得没问题？啊，副总不好了，公司的货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有事慢慢说。供应商找茬临时抬价，现在公司原料没有了，药全停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龙总，你答应给我的货呢？是你说今天能给我货，要是给不了，就按合同赔违约金吧。我明白了，是你联合赵家做局，你这边催发货，赵家那边动我原材料。要是没有证据，就不要血口喷人。我就说，你怎么会突然下那么大的订单？原来早就挖好坑了。杨总，你太不厚道了。我们3大家族向来互帮互助，你居然算计我姐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要是不能按时发货，那就赔违约金100个亿。100个亿，你不如去抢。那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要是不想赔，就别怪我动手抢。啊，都别这么大火气了。我们按时给你交货不就完了吗？不凡，你可能不了解情况，现在原材料的价涨得比违约金还高，发货更是不现实。你们要是不想赔违约金，用长生药的配方来赔，也不是不行。你休想！反正今天你们也发不了货，你就等着赔100个亿吧。没事儿，你放心，原材料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。你根本不懂，那是天山的灵芝，只有赵家才有。他们故意把价格抬高10倍，就是把我们往死里逼。
是我不懂，做生意我是不懂，但是我知道怎么把价格打下来。哎呀，应该是这儿了。K 先生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降价给冯氏原料。您就等着冯氏倒闭的好消息吧。回甘生津是好茶，不过就是年份小了点。你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忘了介绍了，我叫林不凡。至于我怎么走进来的哦，你就是那个被吹上天的保安，传到无人能敌的林不凡是不是？上天倒不敢当，无人能敌倒是不假。小小的保安竟敢如此狂妄！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跟赵老板谈谈这个天山灵芝的价格。可以啊，现在不是10倍的价格，而是20倍。20倍？那是多少钱一斤啊？按斤买的话，就是20亿一斤。20亿一斤？你这灵芝是镶金边了，还是你这整个都是金的走？现在灵芝就我这里有，别处买不到。你就说你买不买？买，我能不买吗？但是你这灵芝它保熟吗？我听出来了，你不是来买灵芝的，你是来找茬的。赵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我真是来买灵芝的。你当我傻呀？啊，我报的价格比你的违约金还高，你就是来找茬的。我真不是来找茬的，我真是来买灵芝的。再说，就你这么几个人，我如果真找茬的话，你也不够看啊。林不凡，你不用吓唬我赵某可不像张家人那般好欺负。我赵某在北城商界摸爬滚打30多年，要是没点实力，不可能当得上4大家族之一。看得出来，赵老板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但是这生意不可能不做吧，对吧？这样，你把你所有的灵芝全拿出来，我都要。大哥，他在耍你啊！这可是你说的，我一会儿就把所有的灵芝拿出来。你要是不要，你今天走不了。来，灵芝给我拿出来。看见没有？正好10斤，一共200亿，拿钱。这能有10斤？我打开看看。不买别碰啊！我不打开看看，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灵芝呢？我堂堂4大家族之一，我能卖你假灵芝啊？做生意啊，还是得眼见为实。哎呦，臭保安，你竟敢骗我灵芝，来给我干死他！赵老板这火气真不能这么大呀，能不能坐下好好谈个生意？再说你那几个人他真不够看呢。听说你是有点本事，但是我今天这里有几十号人，我看你怎么打！通知仓库所有人立马上来，干死林不凡！这不是人数的问题，多少人我都不放在眼里。再说就你那几十号人，真不够看。立马上来，听见没有？别喊了，来的时候都让我打晕了，现在估计人睡得正香呢。看来我不得不让你尝试一下什么叫赵家拳。我早都说过了，赵氏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一拳一脚打出来的，不会有人知道一个公司的老总竟然有5到8品的实力。8品，怕了吧？不过你现在走不了了，我必须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赵家拳。
赵家拳怎么可能一个手指头就……要不要再上来再试试？难道这保安真的这么强？老大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到？叫上所有人，给我打死这个臭保安！老大，我是来禀报的，我们的人已经全军覆没了。什么？赵老板，现在能上来好好谈谈生意吗？你喝茶，来。赵老板，你看这灵芝的价格，我不要钱了，全部都送给大哥你。那不行，咱是生意人，又不是土匪，咱是来买灵芝的，又不是来抢灵芝的。是，您看这样，我这个灵芝呢，市场价格呢是8000，我按照成本价3000，大哥你看行不行？才3000呢，我给现金，正好今天发工资了，不3000吗？不是3000，是3000万。哦，你刚才说不要钱来着是吧？这他妈的还不如土匪呢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我一会儿就把它打包好，全部送到冯氏。哎呀！什么？赵总把灵芝按成本价卖给了我们，还可以分期付款。林不凡，你该不会把赵总的仓库给端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是那样人吗？赵总在4大家族中是有打手背景的，而且我听说他还会赵家拳，武道等级至少有8品。这林不凡是会些武功，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端得了赵总的瓮？哎，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了，我怎么就端不了？但是，咱习武之人讲究的就是以德服人，你靠打不成土匪了吗？不是我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灵芝实实在在送到冯氏了，预计今晚就能交货。对，送到了就行。不好了，冯总，杨总大人把冯氏给围住了。什么？看来他们不是来要货的。没事儿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起不了什么幺蛾子。我陪你出去看看。杨总，交货时间还没到，你带着人和枪到我冯氏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过来就是要你交代。都拿枪了，这是要动真格了呗？杨总，生意不成人情在，有什么事好好说嘛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做空冯氏的计划失败 ，K 先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我们杨家在北城待不下去了，还请林不凡先生收留我们啊！请林不凡收留我们。啊？不是你问我没有用啊，我怎么收留你们呢？我也是个打工的，我也让人家给我开工资。你们要问，你们问冯总，看他愿不愿意收留你们。冯总，求你收留我们吧。姐，我看杨总是想赖账买货，在这装疯卖傻吧？我把我的家当全都带了，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呀？赵总全都告诉我了，说你一个人端了他一家，我杨家不用劳烦您老动手，我会亲自奉上啊！什么？你说林不凡一个人端了赵总的家？对，不是很惊讶吗？你现在也到5到8品了，你想端你也能端。看来我得在姐夫身上多学几招。杨总，你先回去吧。既然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，那以后就是朋友。好，谢谢。走。冯婉阳，你们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只不过是躲过了一劫，但资金的事情你们以为解决了吗？ K 先生已经掌控了全球的银行，冯氏的钱只要进入银行就会被冻结。你们现在想启动长生药的生产，只能用现金。你们有这么多现金吗？启动生产至少需要100亿，我们没有这么多现金。留给你们考虑的时间不多了。
乖乖的和 K 先生合作是你们唯一的出路。不就是100亿现金吗？多大的事儿？我来解决。我发现你这个保安是真能装啊！100亿现金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，你拿什么来装？靠你每个月3000的工资？说话就说话吧，吓我一跳。那么多确实，你得叫个人搬，要不搬不动。K 先生已经联系上杀手榜第1了，到时候别说你们冯氏，你们几个家族都保不住了。好自为之吧。林不凡，你吹牛有个限度吧？这100亿到银行也取不到那么多钱啊！不是怎么着，你们不相信我啊？林不凡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是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的数字，别为难自己了。我是没那么多钱，但是啊，你拿着这几本书去兰花岛找兰花岛的人，他们绝对会给你100亿。你让我拿这几本书去换100亿？你让我拿这几本书去换100亿？啊！林不凡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就这几本破书能值100亿？你开什么玩笑的？100亿只能让他挑一本。记住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兰花岛岛主求了我好几年了，我压根儿没舍得换。钱，你不会真信吧？一本破书换100亿，这谁会相信啊？那你们现在还有其他办法吗？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哎，你们放心去吧，我替你们守着冯氏，绝不让外人捣乱。走，我们去兰花岛。快去吧，拜拜。太爷看小胖妞照片时眼神不对，趁晚营外出正好查查有没有其他线索。你们几个在这看好了。是。姐，我们真拿这几本破书去换钱吗？兰花岛是习武世家，我们拿不到钱事小，若真把他们得罪，我怕走不出这门。试试看吧。就你们想见我们岛主？你好，我是冯氏的总裁冯婉莹，今天求见兰花岛主，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冯氏也配见我们岛主？送客。等等，我们有你岛主想要的东西。这几本书是……我就说不凡没有骗我们，这真是武功秘籍。真正的武功秘籍早已失传多年，你一个经商的冯氏，怎么可能会拥有这个？休想拿假货骗我岛主！别撕！这些都是真的。你至少让你们岛主看一眼吧，万一这些是真的，你不就惨了吗？我堂堂5到6品，是真是假，看不出来吗？如来神掌、葵花点穴手，都是一些失传的绝学，你们还有这么多，说出去谁会信？我现在就去把这些假货烧了。这竟然是失传的如来神掌！别烧，把秘籍还给我们，我马上离开。赶紧住手！按下！大宗师，您这是瞎了你的狗眼！你这是瞎了你的狗眼！这些都是绝世武功的秘籍，你怎么能拿去烧呢？冯家他们是奸商，您不要被他们骗了。混账！我一个堂堂7品，我还能分不出真假？这台词怎么好像听过？5到7品就是大宗师，那我岂不是大宗师？啊？这些秘籍是您带过来的呀？啊，是的，
我想用这些秘籍换一些现金，给我们冯氏周转，不知是否可行？用钱就能换绝世武功的秘籍啊？当然行啊。你准备换多少？100亿啊？100亿啊？你要是嫌多，价格可以商量的。哎，不用商量。姐，我就说这秘籍不值这价吧。100亿一本，就这么定了。多少？姐，我刚刚没听错吧？你掐我一下。你也掐我一下。我刚刚好像听到了100亿一本。是真的？是嫌少了吧？不是。立刻把100亿现金送到冯氏，省得他们变卦。什么？还不赶紧？哎呀，这个林不凡，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岛主，林不凡已经下山了。什么？林不凡下山了？是的，岛主，刚刚有人持他的秘籍上岛。3年前，是他用真气为我训练，助我功力大增，才坐上这岛主之位。取消所有会面，我这就去见林不凡。可是蓝岛主，林不凡好像结婚了。哼，那我的对手啊，就只有一个了。没道理啊，怎么没有啊？怎么回事？小胖妞的照片怎么会在冯家？难道3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你下山。哎，蓝岛主请自重吧。你也看见了，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了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知道你非小胖妞不娶，所以你和冯婉莹的感情是假的。姐，你好几天没休息了。长生药的研发不能停，资金到位了，只差最后一步。你去启动研究所，我洗把脸，马上回来。姐，听话。林不凡，你居然把女人带回家偷情！你听我解释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林不凡，你何必跟他解释呢？她只不过是你协议上的妻子罢了。就算是协议，只要没解除，他就是我的男人。其他女人休想碰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兰花岛岛主。你若不让出林不凡，我立马撤走所有资金。你若不让出林不凡，我立马撤走所有资金。那就撤走？你说什么？我冯婉莹要是保不住自己男人，怎么让别人相信我能守住冯氏？过来。你就不怕你这一口把这100亿亲走啊？那我再亲一口。冯婉莹，你别白费心机了。林不凡早就有心上人了。我不要他的心，我只要他的人。林不凡，3年前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以身相许？ 3年前你在街头受伤，
是个人都会出手相助，你不用把这事放在心上。你要是真想报恩的话，你要不再拿110出来给他？林不凡，我到底哪里不如他？论样貌，我比他精致；论身材，我比他高挑啊。可能是因为你太瘦了，女孩啊，还是有点肉才显得健康。怎么样，冯总？表现得不错吧？还行吧。哎，婉莹，怎么了？婉莹，你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这几天发生的事太多了，你的身体吃不消，就晕倒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睡了，我得马上去研究所。这是长生药能不能量产的重要一步。再重要也没你身体重要。你现在就好好休息，不差这一天啊。好，听你的。对了，我妹呢？哦，她呀，不好了，冯总，二小姐好像被 K 先生的人给堵在路上了。什么？你们干嘛？林不凡得罪了 K 先生，我们是来算账的。林不凡得罪的你们找他去啊，找我干嘛？我们打不过他，所以来抓你喽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的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你们不要过来！好好休息。我妹被 K 先生的人堵住了，你难道不担心吗？我能不担心吗？我担心他出手没轻没重的，再给人打残了。啊！这些人是我打趴下的，你过来，让我试试我的拳头到了哪个地步呢？怎么样？我这一拳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，说呀！不错，你现在至少已经是5到8品了。8品了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学更厉害的招数了？不用学了，现在一般人打不过你。哪有人嫌招数多的？再教我2招，我的好姐夫，求求你了，再教我2招嘛！冯婉莹杀不了，林不凡搞不定，现在又来冯小平也抓不回来，你们这帮废物，我养你们有什么用？ K 先生，第一杀手找到了。杀手榜排行第1的邪神，听说你不仅能够空手接子弹，还练就了硬气功，体外皮肤刀枪不入，是不是真的？现在再也不是体外刀枪不入了。好。连玻璃都伤不了那道，看来邪神已经突破5到9品，练就武神之躯了。邪神先生，帮我杀个人玩啊，价钱随便开。我现在不想杀人了，为什么呀？多少钱我都出得起。哎，不是钱的事儿。是这世上已经没有人值得我出手了。邪神先生，我们正好有一个可以让你快乐的人。真的，真的，
这个人已经解决了杀手榜的第2和第3，还扬言要杀了你呢。那太好了。如果他没有你们俩说的那么厉害，我会把你们俩一起杀了。好，好，带路。这次研发不知道要几天，公司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公司里头，不会有人敢打风氏主意。姐，我舍不得你。姐夫，姐走了，我们抓紧时间吧。一寸光阴一寸金嘛。别整这死出，把腿拿去。不知道以为咱背着你姐干啥呢？谁让你不教我武功的嘛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现在是5到8品，不需要再练新武功了。之前每天晚上都帮人家夹腿，现在腻了就把我扔到一边。果然男人都是一样的。行了，我最后再教你一套刀法啊！学完了以后别来找我了。好的，姐夫。走吧，走吧。你说的高手就在这里啊？没错，他就在这里。虽然看上去只是个保安，但却实力非凡。尤其是他背后那把刀，一旦出鞘，就没输过。没想到，这世上除了我，还有人没输过，有意思。走，站住！来是干嘛的？我来杀个人。让林不凡给老子滚出来！想见我们老大，先过我们这一关。你们这群连5到3品都没有的蝼蚁，也敢对我动手？让林不凡出来。练武呢，其实就是练气，所有的武功招式啊，都源于气。你现在试着用你的气推动前面那块石头。不行啊，感觉运气好难啊。第一次运气就能让石头晃动，他天赋比我想象的还高。姐夫，这运气的最高境界是怎样的？啊，最高境界啊，最高境界我下山之前也没有达到。不过师傅说可以以气化物，就是说用刀法时可以不用真刀。那姐夫，你能示范一下给我看不？想看啊？那。姐夫，这石头上的划痕好像比削笔刀削的还浅呢。能用气造成伤害已经很厉害了，知道吗？放眼全天下，就我一个人能做到这种地步。是吗？啊，我是不会出卖我们的老大的。是吗？
那你就没有活着的价值了。住手！你们这两个叛徒居然加入冯氏，赶紧离开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现在给你们俩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把林不凡交给邪神，我会让他饶你们一命。哼，我们已经弃暗投明，不可能帮你干坏事儿。我的骨头！说，林不凡在哪儿？你不可能从我嘴里知道这个事儿。不说，那就杀了你。什么？死了？什么？想杀邪神，做梦去！兄弟们，跟他拼了！完蛋了！怎么了？公司来了个刀枪不入的邪神，一直说要找你，你千万不要回来。糟了，出事了，走！这防卫营到底藏哪儿了？这就是长生药的配方。费了这么大功夫，终于让我拿到配方了。这就是长生药的配方。是，这个配方可以增加人类100年寿命。如果卖给财阀，利润不敢想象。虽然今天没能报仇林不凡，但让我拿到了配方，也算不枉此行啊！我修炼了这么多年，都没能突破元兽之限，现在凡人吃药就能长寿，你把我配方撕了干嘛？荒谬！这可是长生药的配方，你他妈的跟这过不去啊！K 先生死了，以后先生就是我们的老大。老大，这长生药的配方是谁发明的？是冯婉莹，他现在应该在实验室做进一步研发。马上找到他，不然你们都必效果。是，快走！快！研发成功了！研发成功了！我得马上告诉林不凡。他就是冯婉英。你是 K 先生？
这是长生药，是你发明的？没错。别动我，放开！老实点儿。把剩下的几条药剂全都毁了。是，给我砸！住手！不要！滚一边去！给我砸！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你？是你？先生，回头山。是你杀了林家，是你放火烧了福利院。原来林不凡就是当年没找到的那小子，怪不得他能杀得了第二、第三杀手呢。我先不杀你，留着你的命，引林不凡出来。赵老板，这怎么回事啊K 先生找到了杀手榜第1的邪神，我们尽力了。赵老板，赵老板，魏婉莹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喂，林不凡，你要想让冯婉莹活着，就一个人来，记住，不要带刀。喂，姐夫，我跟你一起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是5到8品，能帮上忙的。他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扫平整个冯氏，他的武道应该是在9品以上。替你姐守护好冯氏，我去接你姐回来。姐夫，婉莹，不凡，你不该来的，有人要杀你灭口。我知道 K 先生嘛，他们早就看我不顺眼了。不是 K 先生。你就是林不凡？没错，是我。没想到当年的那场大火都没能把你给烧死，你的命真硬。大火，你怎么对这的事这么清楚？你到底是谁？他就是当年放火烧了福利院，杀害你林家满门的人。想不起来没关系，反正你们今天都得死在这儿。陈干，不凡，别过来，这人很危险。这人也是9品以上高手，必须速战速决。机会来了！赢了！性气功！不凡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刚才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最怕你们林家的刀法，所以才要把你们林家赶尽杀绝。林家刀法，
儿子，看好了，这绝世刀法，爹只教你一遍。手中无刀，心中有刀。只有你们林家都死绝了，我才能成为真正的绝世高手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学会了你爹的功夫？我什么都想起来了，邪神。想起来又怎么样？我有硬气功，你没有刀，你杀不了我。谁说没有刀就砍不死人？你居然夺了我的硬气功！死了，不凡，不凡，不凡啊！终于所有的事都解决了。还有一件事没解决。嗯？开始组织落网，仇也报了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你是不是忘了15年前你答应要跟我生一个男孩，好继承你们林家的绝世武功？哦，你是小胖妞？正是在下。我觉得这个主意应该改变一下。怎么？你反悔了？你就喜欢胖子是吧？我改变主意，是因为我们家的功法，传男传女都一样。讨厌！哎呀，你在干嘛？回家啊！回家干嘛？生小胖妞。生小胖妞？走了。